喂，大家好啊！歡迎翻嚟二度咁，我係唐叔嚟到啦。5月21號星期三啊，今次係跑谷草思蘭啦。咁啊，唐叔介紹嘅咧係第一場啊4班千二嘅賽事，都係嗰一句啦。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咧，快啲訂閱啦！我哋真係俾個目標自己嘅，希望咧今個季尾咧係可以達到15000訂閱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，留言啦、追蹤啦、訂閱啦、留 comment 啦，咩都好啦，全部支持我哋嘅行動咧都係免費嘅。大家不妨咧都可以多啲咧喺條片嘅下方留言咧，講翻咧其實今場啊第一場嘅賽事咧，大家嘅心水馬係啲乜嘢？不妨咧同我哋 EGG 嘅成員咧可以傾下偈嘅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介紹下今場賽事啦。咁啊，今場賽事咧，第一場賽事有12隻馬嘅，咁啊頭場賽事啦。咁啊，今場賽事咧，平均實力嘅水準咧，唔算話太過高嘅，有一啲咧都係墊底嘅馬嚟嘅，都係等降班嘅啫。咁啊，首選啊，想介紹翻就1號啊，寶駿啊。今次咧係梁家俊、無偉傑合作，咁就7檔嘅出發啦。寶駿呢隻馬咧，咁啊對上4場賽事嚟講咧，都係叫4平8穩啦，可以話咧係全組裡面咧最出色嘅一隻馬嚟嘅。近況咧出過4場賽事咧，當中啊有一場 win 過啦，呢個第3個、第4個、第5嘅，咁啊都係由本地騎師策騎嘅。咁我哋見到咧，其實呢隻馬咧，其實咧係由內檔啦、中檔啦、大外檔咧都係曾經跑過嘅，涉及嘅都係沙田谷草千二，都叫做咧可以話係火熱啦。咁啊，之前贏過馬都贏成2個幾馬位咧，係有說服力嘅。上一場啊，孭個3.8嘅賠率咧，我自己覺得咧爭少少嘅，最後咧頂唔晒咧，咁啊，所以咧稍稍輸咗俾少少嘅啫。但係我覺得咧整體發揮咧係唔錯嘅。咁啊，上一場賽事咧都係叫初跑谷草啦，都係思蘭。咁今次無偉傑咧。唔算話同其他騎師咧好催谷呢隻馬咧，想佢咧好急速咁樣再一次作賽啦，都係等多一次思蘭嘅熟啦，1個月之後咧先再出嘅。咁啊，今次都係夥拍梁家俊咧，我即係覺得咧呢一隻馬咧可以咧再次考響勝利之門嘅。咁啊，再加上全場賽事嘅步速咧都唔會太快㗎啦。呢一隻啊。咁啊，寶駿咧，雖然呢個7檔咧，如果稍前置型好位嘅檔位咧，好位嘅跑法咧，嗰個形勢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真係可以咧再次能夠贏馬嘅。咁所以1號咧，寶駿唔需要擔心佢個135嘅重磅嘅。咁啊，投以信心嘅一票。咁啊，次選咧，我唐叔放咗落隻8號。星之源、希威森、廖康明嘅合作，咁啊今次騎翻個10檔啦，122磅，咁啊輕磅馬嚟嘅。咁啊講緊呢隻咁嘅星之源咧，其實今個都係4歲馬仔嚟嘅啫。咁啊過賽季啦，咁啊出咗2、4、6場嘅賽事。咁啊我自己覺得咧，呢隻馬咧都係未能夠好好發揮嘅，因為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呢隻馬嘅跑法咧。係偏向前置型少少嘅。咁啊而咧6場賽事當中嘅5場賽事咧，都係未能夠咧成功有個好嘅位置嘅前置型嘅跑法啦。咁我見到咧，其實上場賽事嚟講咧，喺希威森呢個前置型嘅專家去策騎之下咧，真係咧有一個咧稍稍咧進步嘅表現嘅。咁啊再講咧，其實我哋睇翻晨操嘅記錄咧，其實啊星之源啊。佢當中咧有一場嘅晨操咧，真係改咗佢嗰個5月8號嘅賽事咧，真係改咗佢嗰個跑法嘅。咁啊呢個星之源咧，咁啊睇翻數據咧，我哋見到咧真係想嘗試下咧前置嘅跑法咧，係咪可以利到呢隻馬嘅？咁今次咧係好實在㗎啦。咁啊3踏扣實啦，金跑未試。其實咧佢全程咧都係輕輕地咧。推一推嘅啫，唔算咧話有用力嘅，真係試一試佢跑法啱唔啱啦。咁啊，希威森咁啊，如果啊你話你要講嘅放頭專家咧，希威森必然咧係其中一個放頭專家嚟嘅。咁啊，上場咧做過測試㗎啦，5月4號再次咧試埋個閘，咁啊攤定晒對上一場賽事4月9號，唔急廖康明慢慢等到啊5月啊。
21號咧先再出賽咧，我自己覺得咧呢隻星之遠咧分分鐘咧係能夠成功變身嘅，咁所以咧呢一隻星之遠咧大家不妨去 mark 實，亦都係唐叔嘅次選嚟嘅。咁啊，最後一隻咧，唐叔放咗落隻6號啊，有色光輝，周俊樂、丁冠豪嘅合作。咁啊，講開呢隻有色光輝咧，同我哋啱啱介紹嘅第一個嘅寶駿嘅呢一個嘅都有淵源㗎，因為咧啱啱寶駿咧係由梁家俊策騎啦。其實啊，上一場賽事咧4月30號啊，谷草私家3咧1200嘅路程咧能夠成功上名啦，叫第4咧，都係由梁家俊成功策騎嘅。咁啊，證明咧其實咧呢隻馬咧再次印證咧梁家俊咧今場賽事咧係揀騎嘅。咁啊揀咗隻寶駿之後咧棄咗隻呢個有色光輝，但係都唔使擔心嘅。我自己覺得咧呢一隻馬咧個狀態咧都係理想嘅。咁啊3歲馬仔，咁啊今季咧出咗2場賽事，咁啊4月2號、4月30，其實5月19咧我哋會見到啦。其實啊呢啲咁嘅中下游嘅馬房咧，其實咧都好急於咧出賽嘅，想咧透過一啲嘅新馬咧催谷佢嘅狀態，能夠成功殺入一席位啦。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接近20幾日咧之後咧就匆匆再出啦。我哋見到嘅賠率咧由74咧慢慢跌到落上場獨贏賠率32咧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，以呢一個賠率嘅走勢嚟講咧，其實啊係有一個支持嘅空間嘅。喂，大佬啊，上場跑第9啊，74倍，但係上一場咧最後跌咗落一半喎。我自己覺得咧喺個賠率上咧，大家可以輕輕地留意下呢一隻馬啦。咁啊，今場賽事啦，上場跑到第4咧，相信咧今場賽事嘅導贏賠率咧，可能都係維持翻10零倍啦。周俊樂做嘅嘢咧，其實都係比較簡單嘅，希望咧靠住呢個2檔嘅優勢咧，會唔會咧係可以守個好位咧？最後做翻呢一隻馬嘅上場嘅衝刺嘅能力咧，簡單地能夠成功上命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絕對係有機會嘅。咁啊，所以咧揀一隻半冷啦，我會揀隻有色光輝嘅。咁啊，重複一次啦，今個賽日5月21號跑馬地第一場4班千二嘅賽事，首選1號寶駿啊，次選呢係隻8號星之源，三選係隻6號有色光輝。我哋交俾丹尼老師講下一場。大家好啊，咁啊翻到嚟咧就禮拜3谷草咧，咁啊9場馬，咁就幫大家分析翻咧，咁啊就第9場咧，咁啊就呢個3班1200米斯跑道，咁啊呢場我嘅首選咧，我揀翻隻咧就係呢個5號嘅巴閉哥，咁啊巴閉哥咧就報名啦，咁樣咁仲再次幫佢試咗貨嘅，咁啊。報名隻馬上場同一隻跑啦，咁都係報名嘅，咁就同班同程咁啊，縮程嚟跑咧，咁啊，咦，反而咧就比之前出跑1400跑得好，咁縮程擺喺前面走，咁啊，同騰龍四海咧，咁啊一齊咧，最尾幾步咧，咁啊，俾呢個泰爾運同埋樂勝天下同埋金柏湖你就過咗咁樣，咁變都非常好喎，我覺得咁樣。咁啊，縮程咧反而威力更加強喎，咁樣，咁啊繼續咧，咁啊繼續操啦，咁樣，咁呢次個形勢更加好，咁樣，咁啊有百丈巨星喺度咧，咁啊步速會扯得快啲，咁同埋佢一檔都應該係有自己檔嚟走噶啦，咁啊形勢好啦，咁啊我覺得呢場對手唔係話好強，咁我覺得呢場咧馬咧絕對有機會咧就贏馬或者入 Q 翻嚟，咁所以隻馬就係我嘅首選。咁啊，次選咧，我揀翻嘅就係我嘅愛區1號咧，天竺馬。呢隻馬咧真係好鬼準。咁啊，從今年開始咧，2025年開始隻馬未笠過頭名啦，咁啊121咁樣最近跑翻嚟。咁啊，上場11檔都贏馬啦，咁樣。咁呢場咧佢唔使自己放，因為佢隻馬其實流都贏，識贏，大家可以睇翻。咁啊，有百丈巨星喺度扯快步速。咁呢隻馬其實今季咧就呢個3月12號贏嗰場馬嗰時咧，咁啊就係有隻年少多害咧瘋狂咧拉步速咧，咁啊佢咧就跟喺後尾入到直路咧，就同呢個佛亮路喎彈到近區咧，咁啊就野馬而回。咁啊當然個磅數加咗好多，咁但係呢隻馬真係好準得好交關，一啲咁準嘅馬咁啊未甩之前我都要翻嘅，咁啊所以呢隻馬咧就係我嘅次選啦。咁啊，第三選都其實多選擇嘅，咁啊，我首先就飛潘頓啦，咁啊潘頓最近表現真係好唔得咁樣，咁啊隻蒸蒸日上呢啲都唔知佢騎乜咁樣，係啦，咁啊呢場咧我第三選咧我揀翻隻咧就係
呢個12號嘅金牌活力，咁啊鄭俊偉、田泰安。咁啊，金牌活力上場咧升班咧，咁啊臨場都唔係有落咗翻少少飛嘅，大家有記憶嘅話咁樣。咁啊最尾咧喺個形勢之下咧，跑翻個好接近嘅第3名咁樣啦，咁幾犀利喎，裏面穿插出嚟咁樣。咁啊之前咧就喺4班就放頭贏啦，咁樣咁呢次咧就追。咁呢隻馬其實大家睇翻佢之前咧唔係好識追嘅，就其實即係喺1200米呢啲路程咧唔係好識追，咁突然間就識追，我覺得。呢隻4歲馬睇嚟係即係有進步喎，咁呢隻馬，咁啊有進步嘅馬，我哋當然咧就係睇到實啦，咁啊揾楊明倫咧試咗草閘咁樣，咁啊之前田大安都幫佢操過嘅，咁啊呢隻馬都操練上面都落足心機㗎啦，咁啊呢次形勢同上場差唔多啦，亦都你只係可以話好少少咁啊喺咁嘅形勢下，我覺得。絕對都要翻嘅啲開竅馬，你唔知嘅咁啊，直頭呢班都係征服，都未必都有可能嘅，咁所以隻馬咧就係我嘅第3選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呢場馬咧，咁啊丹尼咧就首選，咁啊5號嘅巴閉哥啦，次選咧1號嘅天竺貓，咁啊第3選咧就係12號嘅金牌活力。